国的浪漫机场有旅客咧行电动步道的时阵，脚腿去互输送带夹入去，当场甲脚骨锯掉，才互人救出来。会参伫咧树泥塘甲林卡库拉内底的甜蜜剂阿斯巴甜，获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定是致癌物质。日本人爱看棒球，佮爱啉酒，伫咧棒球场拢有查某囡仔派15公斤重的米露桶仔，哪行哪卖，正考验体力。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30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休热是出国的旅游大月，有真侪人会去咱附近的日本、泰国一寡国家佚佗。不过安全和制度的问题是一定爱斟酌哦。来看伫咧泰国的浪漫机场，29号发生旅客咧行电动步道的时阵，脚腿去互输送带夹入去的意外，一个旅客是当场甲脚骨锯掉，才互人救出来。机场负责人嘛表示，因会替这个受害者出医疗费用，嘛会确保袂阁发生这款的事故。57岁的泰国查某人倒脚互加入去泰国浪漫机场电动步道的输送带内面，表情是真痛苦，连行李箱的链仔嘛加入去。因为它缺齿的关系，所以造成那个地方的间隙远远大于我们的标准，会造成我们那个脚如果穿的比较软质的鞋子，它就很容易被夹入进去。专家分析，会发生泰国这个事故，有可能和机场的螺板有关系。斟酌看事故现场的螺板，唔若受起一角，看起来拢密密茂茂。若要经过医疗人员评估，这个查某人一定爱剁脚来脱困，才会当保性命。对这浪漫机场的负责人卡伦是表达哀悼，讲会付医疗费用。同机场讲，因的电动步道都有定期保养，民众听到意外拢惊一个。脚会被剪进去，大概会不会很夸张？应该是蛮夸张的。不太可能。专家讲，坐电动步道除了要注意螺板敢有起角，建议行李箱的链仔嘛要比输送带高做的跨度搁较大，后壁接地面的时阵，脚夹起来较袂夹入去。若是坐电扶梯，尽量徛伫咧踏板的中，大人和囡仔莫徛伫咧同一个大阶顶悬，身体嘛莫挖伫咧手环遐较安全。过那梳子板的时候，请你们一定要把脚抬起来。好，不要用那个叫什么滑行的方式啊，看起来虽然很帅哈，可是那个很容易发生危险。专家建议讲，民众除了要掌握正确坐的方式，业者嘛要定期来保养维护，才会当避免这种事故。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根据民调显示，罗西亚民众对瓦格纳集团的头人普里戈金的支持度悬低要到6成。伫咧瓦格纳反乱了后，也是有3成的受访者表示支持。韩国朝鲜日报报道，2023年的全球和平指数，冰岛排第1名。上无和平的国家是阿富汗，已经连续6冬吊车尾。若排名落上济，就是目前当咧战争的乌克兰。英国 Times 报道，为着要防止南韩的文化入侵，北韩是立法禁止民众讲南韩的腔口，也是南韩的流行言词，相当恐吓就要判死刑。刷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中国的快时行品牌请美国的网青去参观因的工厂，想要洗掉压迫劳工的歹名声，结果这寡网青拢受到大量的网友批评。上尾是《华盛顿邮报》。加拿大火烧山致使美国的空气品质严重变甲真歹。专家评估，这款空污恐惊会维持几个月，严重影响到数百万的美国民众健康。再来看罗西亚的瓦格纳集团发动反乱了后，头人普里戈金逃亡去白罗斯，下落不明。甲伊关系正密切，事先就知影要反乱的将军苏洛维金嘛走甲无看人。有学者讲，罗西亚即马是已经在调查苏洛维金，阁有其他的军方高层敢有参与着反乱。有专家就讲，这是普廷要重建伊的权威。一个号称是普廷要佯装破产的瓦格纳军团领袖普里戈金，一个是对乌克兰作战副指挥官末日将军的苏洛维金，两个人拢以用兵真残暴来出名，军也拢已经下落不明。纽约时报报道，苏洛维金是瓦格纳的贵宾会员，对着兵变事先知影，正伫互当局调查是毋是共谋。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对着纽约时报相关的询问是淡化来处理。Фаркс написал, что генерал Суровикин знал о планах Пригожина начать мятеж. Можете ли вы это прокомментировать? Нет, к сожалению, нет. Это я рекомендую вам обращаться 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обороны. Это прерогатива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苏罗维京伫兵变迄天，把伊公开影片，呼吁瓦格纳领袖普里戈金停止行动。不过影片内底伊看起来状态真身，讲话甲一个念稿共款，外界无确定是毋是伫个脅迫之下所翕的。事后传出，伊甲另外几10名高阶军官甲警备官员拢做着调查，至少已经有一个人互抓起来。普里戈金兵变时点名落台2个军方高层，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已经对媒体来消息，甘那村普廷长期信赖国防部长绍伊古继续出现，看来地位也阁真稳。前国防部新闻官员经营的社群频道指出，军方正伫进行一波中程度的清洗，特别是兵变的初期，无坚决快速来采取镇压的人员。瓦格纳未来限率高度不确定，掩过相关的产品却是大卖。有乌底红裤链、白色西兰骨头标志的顶衫，也有锁匙圈啊。介绍是一日起，真侪网络买的人互伊5星的评价，并且伫留言内底支持瓦格纳，高度肯定因的贡献。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接落来看法国。法国一个非洲的17岁少年囡仔，伫前几日啊，互警方给枪杀，引发各地示威抗议，已经第3日啊，有上百个民众去互警方逮捕。巴黎地区即马嘛当咧实施宵禁，要实施到后礼拜1。另外，即个甲少年囡仔开枪断事的警察，嘛已经互人起诉拘留，伊嘛有向死者的家属来回释的。市府街路客观示威的民众4架动车受害去，警方凭催泪弹要赶人群，警民冲突随时都可能发生。几日刚进前，法国一个17岁非裔少年男孩因为故作临检，互军警射杀，引起全国民众愤慨，一直发生暴力示威。根据法国内政部，目前已经出动4万警力甲宪兵应应暴力事件，全国各地至少100人被逮捕。真济大众运输系统暂停营运，巴黎甲周边地区会宵禁到下礼拜1。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出面谴责警方开枪行为，同时呼吁群众保持冷静。Ensuite de réactions, vraisemblablement de tentatives de récupération. Et les dernières heures ont été marquées par des scènes de violence contre le commissariat, mais aussi des écoles, des mairies, et donc au fond contre les institutions. 咱个妈妈率领真侪人伫事件发生的南海啊地区游行抗议。伊昨个第一摆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质疑这案件有种族主义动机。游行差不多6000人参加，真侪民众表达对警方的不满。J'ai confiance en la police pour plein de choses, mais là il y a une recrudescence de morts qui est inutile et qui n'a pas lieu d'être. 目前开枪的警察被控杀人罪，遭起诉甲拘留，也已经向受害者家属来回释礼。不过，耶律师所表示，会伫法庭顶悬证明警察是依法行事。公视新闻杨眼编译。智利最近咧落大雨做大水，往回智利和阿根廷的道路嘛，互大水冲甲绑起。即马是有2000多台货运的卡车调伫咧这2国的边境。另外，美国纽约的蒂芬尼珠宝店今年4月才开150亿台票来征收，即马所发生火灾，烧甲全部乌有去，有2个人受伤送医。智利的中部城市洛杉矶市，这条通去隔壁国阿根廷的公路，经过做大水了后，是规个落去，真侪货柜拖拉机只好停伫路边，也是空地，一等就几啊天。No teníamos baño, no teníamos ducha, pero bueno, ahora nos avisan de que sí podemos ingresar a bañarnos y bueno, se va haciendo más llevadero, ¿viste? 智利的暴雨最近是落甲变灾情，毋但是造成厝歹客人死亡，嘛严重影响到智利和阿根廷之间的货物运输。受困伫智利边界的拖拉机司机只好伫遐煮饭。媒体讲，受困的卡车有2000台。Los camiones ya están saliendo por otros pasos, pero acá yo calculo que deben haber unos 1000. 有关当局估计，因为路歹甲真严重，智利和阿根廷的边界想要抢通，可能都要等到1礼拜。镜头阁转去美国的纽约，正需要抢救的，阁有一个火灾。摆是早起9点半左右，伫第5大道的蒂芬尼珠宝旗舰店门口，忽然间是呛一大堆烟，阁传出爆炸的声音。警消接到消息了后，随过去拍火，而且甲大楼内面100个人紧急疏散，其中2个人受轻伤送病院。不过在到中昼，火势已经受到控制。警方初步研判是伫个珠宝店地下室的变电箱招拍电造成。蒂芬尼和 LVMH 集团并购
了后，这栋有11层楼的有名的地标，才拄开台票155亿来整修，而且伫4月才盛大开幕。无想到无偌久就发生火灾，业者伫个火花去了后讲，当局若核准迄天嘛是会营业，公司新闻站回面评议。日本准备要甲福岛的核废水排入去海里，隔壁的香港特放条讲，因要扩大禁止福岛地区的海产进口。另外，伫咧日本边仔的韩国，即马嘛有真侪民众，就是惊食到辐射污染的食品，所以抢要伫咧排放核废水进前去甲海盐、鱼宝啊即寡食品卖来囤货。住伫首尔附近郊区的李小姐，拍算甲新买的海盐装入去罐仔内。听讲日本拍算甲130万吨用来处理福岛核灾的核废水排入大海。趁海洋还未防污染进前，李小姐是一口气买5公斤的海盐，还有滚大菜和鱼宝啊这食品，因为也要为2个囡仔健康来想。 엄마가 미역도 사고 소금도 좀 샀고 그리고 김도 샀고 했으니까 안전하게 먹을 수 있을 때 엄마 많이 먹게 해줄게. 많이 먹어. 전복 더 줄까? 알았어. 李小姐囤一大箱的海产大货，伊讲真想要搁买一个冰箱，加买一个海产来冷冻。毋那李小姐有这个想法，上好藏的海盐，最近伫个南韩超市已经拢红抢了了。 오늘 가는 천일염 소금 사러 왔거든요. 근데 오늘 없네요. 저번에도 왔었고 오늘 또 왔는데 또 없어요. 다음에 또 와야 되겠고 또 걱정되는 건 就因为卖甲欠货，最近南韩盐的价数比2个月前是起27%，逼政府逐工拢会提45吨的盐出来。渔产部门嘛讲，会斟酌去看严重的辐射物敢唔称悬。另外，真爱食日本海产的香港，有关当局已经放话讲，若日本真正甲核废水排入大海，会禁止福岛和附近地区的海产进口。 Although we are prepared to take whatever actions required, still. We sincerely hope that Japan can find alternative way to deal with their sea wastewater. 香港伫福岛核灾发生了后，已经禁止进口当地的蔬果和牛奶类的制品，那连海产嘛拢袂当入去。当地的餐厅和进口业者嘛受到冲击。但是有厂商讲，伊嘛是会当对西班牙、法国和澳洲这所在找到代替的货，消费者毋免烦恼。我是新闻站回面编译。 爱食甜的民众就要注意咯。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感情研究机构认定一款叫做阿斯巴甜的甜味剂会致使人着癌。这款叫做阿斯巴甜的甜味剂是用来代替糖，包括树奶糖、零开可乐、冰淇淋等等，拢有掺着。有真侪糖尿病也是咧减肥无食糖的人，拢会选择食有掺甜味剂的食品。 即马 WHO 的机构就按算伫咧7月中正式来宣布阿斯巴甜是致癌的物质。不过国际甜味剂协会就讲，因的评估根本就是黑白咧吓消费者。 想要食甜的物件、啉饮料时阵，搁惊大苦，就会选择讲是无糖、零卡的可乐，或者是extra树奶糖，也搁有用代糖的饮料。啊，毋过因拢有人造甜味剂阿斯巴甜是一种互食品广泛运用代糖。啊，毋过最近世界卫生组织下骹的跨政府单位国际感情研究机构伫开会议讨论了后，认定阿斯巴甜可能对人类会致癌。调查结果会伫7月14正式对外公布。 It seems like everything causes cancer these days, you know, so I kind of take it with a grain of salt. I don't think I'm going to give up Diet Coke completely. WHO 下骹国际感情研究机构表示，将每一种可能致癌的物质，照危险的程度分作5类。阿斯巴甜这种物质对人体致癌的可能性较低，而且在动物实验当中，致癌性证据也阁无充分，对人体致癌性的证据也阁有限。 For people who have diabetes and who like a sweet drink or something with that sweet taste, it's going to be a bit of a kind of a wake-up call and maybe cause them to rethink some of the dietary choices they've been making. 国际感情研究机构即摆讨论，指根据公布的证据，评估亲像阿斯巴甜是毋是对人体有害。另外，人体摄取偌济量，是落伫安全值内底，无伫即摆考虑范围内。另外，因接受安全值的定义，主要是由 WHO 食品添加剂专家委员会甲国家监管机构所决定。
国际甜味剂协会认为，国际感情研究机构的判定无够全面，可能误导消费者。按过 WHO 伫5月发布的新的指导方针，也建议消费者唔通用大糖来控制体重。公司新闻新读配评析。日本人爱看棒球，佮爱啉酒，所以伫咧日本的棒球场内底，拢有真侪少年的查某囡仔咧现场卖美女。而且因拢爱派15公斤重的酒桶啊，四界走踪，为着球迷来服务，甲因卖白啊酒，这嘛是对因的体力正大的考验。伫东京上出名的野球球场东京巨蛋内面，球迷当伫看球看甲真热的时，边仔拢会有即种后壁派一个大卡棒的少年查某囡仔，四界行来行去。因就是日本野球场一种真特别的文化，日语叫做乌力口，就是专门伫遐卖美女的小姐。日本人是出名的爱啉美女，一面看拍球，搁较是爱一面啉美女。这乌力口后壁派一桶地美女的桶仔，想要啉美女的人，只要下一个手，因就会马上用粉秤转一杯冰冰凉凉的美女，直接送到人客面头前。座りながらビール飲めるし、で売り子さんが売りにも来てくれるので、すごくありがたいです。这种特别的服务，都连外国球迷拢感觉真好。It's very convenient. It is. It's so easy. It's so fun. It's different in the U.S. in the sense that it's not on tap. It's not coming from a keg, and I think that's just so cool that they do that here. 虽然对球迷来讲是真方便，但是其实这种物理工的工作做起来并无简单。用喷枪的时，技术要真好，才袂互美女的泡抓出来。上重要的是，行路的速度要真紧。才会用喺啲愈短時間內賣愈濟杯美女予人客。お客様のところに早く行きたいので、周りに迷惑がかからないように早足で行動しています。這種排在身軀的美女桶啊，一個有15公斤重，一家的輪班至少愛換10幾桶的美女。排這麼重的桶啊，我愛用真緊的速度行來行去，對少年查某囡仔來講，其實是真正力的工課。その3時間とか3時間半打った時はすごく肩も痛かったし、体力的に辛い部分はすごく感じました。雖然有力口並無限定一定愛查某囡仔來做，但是自30-40年前開始，就攏是查某囡仔伫做這種工作，嘛變做日本野球場的一種特色。記者甘美恁編譯。自從新冠疫情以來，有真濟餐廳攏改造，互人客家己用手機啊，佇咧線頂點菜，減少接觸，嘛省人工，也有印菜單的錢。不過，也是有一寡民眾未慣悉這款所謂化點菜方式。即馬連一寡政府單位攏出手，要求業者得提供傳統實體菜單。巴西里约热内卢老在山坡街区圣特蕾莎街边的奥图小馆，将老店用入新科技，桌边有 QR code， 人客扫码点餐，真紧小烫烫的餐点就上到。另外一间团3代高美滋酒吧，态度地板价，请白写字的服务生快速传统老牌作风。业者坚持不用扫描科技，无拍算换，有图有字高高的菜单铺啊。面对时代演变，安怎点餐，人客拢有因介意的所在。O que você prefere? Eu prefiro o cardápio físico, antigo. Primeiro, porque deixa a gente longe do celular. O QR Code faz com que a gente traga o celular para a mesa e tem que ficar olhando no celular. Aí o celular vai te distrair para outra coisa. Eu prefiro o QR Code. Eu acho que é muito mais prático hoje em dia. Você consegue acessar pelo celular. Normalmente tem mais fotos. O cardápio acaba ficando muito antigo e as fotos às vezes nem existem. Então eu prefiro o QR Code porque você consegue. 新冠疫情期间，各种无接触科技更加全球，扫码点餐增加效率，不过也较少人际互动，减少服务生推荐菜色甲开讲。去餐厅食饭就较少人情味，真侪人挡袂掉这种冷冰冰的感觉。疫情阴霾过后，汉会传统用餐体验的声音增加，不过对真侪业者来讲，电子菜单有伊的优势，和追求菜色创新变化更较简单。一项调查发现，巴西已经有38派餐厅用扫码作为菜单，有1/4的业者拍算对咧做。Por exemplo, eu adicionei agora o cardápio comida japonesa. Se eu tivesse 50 cardápios físicos, eu teria que adequar 50 cardápios físicos. Então, o que é no digital, você vai ali, alguns minutinhos você fez. Super simples, é questão de minutos. Eu faço no meu celular em qualquer segundo. Tá lá, só apaga, Ctrl+V, Ctrl+C.
2月9日立法者烦恼全民数位化的世界会失去对传统的尊重包容。最近通过一项法案，要求餐厅酒吧按为无智慧手机或者是无想要扫码顾客提供实体菜单，也有其他州考虑对立住。巴西酒吧甲参观协会希望政府将决定权留予业者，根据市场的需求来调整。目前真侪国家有这种问题，美国佛州、迈阿密、哥伦比亚拢推荐立法保障实体菜单。阿根廷、葡萄酒乡门多萨省反倒等要求业者爱提供数位点餐的选项。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